係呢一個因為步入更年期缺少咗男性荷爾蒙而連性功能都會影響到嘅時候，有啲咩嘅治療方案呢？嗱，治療方案咧，當然就係一般大家市面上都知道，就話有一啲嘅藥可以話係一個所謂事前去服用，咁咧就係改善個別嘅性功能嘅。咁但係其實呢個嘅改善方案咧，其實我覺得咧就係可以解決到即係性功能嘅障礙嘅問題，但係你解決唔到男性荷爾蒙偏低對身體其他嘅影響，係咪？咁係綜合嘅喎，真係。譬如話對心臟啊、對個腦啊，係咪？對血液啊，甚至乎咧對骨質疏鬆都好有幫助嘅。係。咁所以如果係一個比較對身體方面一個全面性嘅幫助咧，反而咧應該比較正確觀念咧，就話如果既然低嘅男性荷爾蒙，點解我唔去將個低嘅男性荷爾蒙補充到係一個正常嘅水平呢？咁如果補充到正常水平，除咗可以解決到呢個性功能障礙嘅問題之外呢，對身體嘅各方面器官呢，都有個得益喺度㗎。明白，咁當然啦，仲有好多問題要問黃醫生。不過咧，突然之間諗起咧，我哋要關顧我哋聽眾多一啲。1834104，如果你話咧，咦，我唔想被接上呢一個大氣電波去問黃醫生問題，我感覺有啲尷尬，唔緊要，都可以照打呢個電話嚟，因為我哋有工作人員咧可以幫你登記咗你嘅聯絡方法啦。咁我哋之後咧都會有專人咧打翻電話俾大家㗎。咁啊1834104呢個電話，大家可以咧善用呢一個熱線啦。咁但係同時間都想問黃醫生多一啲啦。咁頭先提過啦，咁可能我哋咧即係針對男士嘅性功能咧，今次去講嘅時候咧，兩大類啦，一大咧就係呢一個本身可能因為踏入更年期，製造嘅男性荷爾蒙少咗，而呢個係其中一個影響。但係亦都可能咧，頭先你教過我哋，即係瞓得唔好啊，令到男性荷爾蒙去減少咗嘅時候咧，咁亦都會影響到性功能。咁但係其實兩者都係因為呢一個男性荷爾蒙嘅缺少，點解都唔可以兩者都用呢一個補充嘅方法咧？嗱，如果你真係由於某啲原因，譬如話真係瞓覺啊，或者壓力啊，或者一個短期嘅原因，而導致到暫時個男性荷爾蒙下降咧，其實當你如果矯正翻呢啲問題之後咧，個休息好咗啊，壓力少咗之後咧，你發覺到其實自然咧個身體咧係會做得翻嘅。咁其實如果喺個身體可以做得翻嘅情況之下咧，就唔應該去外邊加啲嘢落去，因為加嘢落去個原因係當你做唔到就有需要。因為如果你喺做到嘅情況之下，你去加咗落去嘅話咧，咁個身體就有一個惰性嘅，就話你既然都俾我啦，我不如我自己都唔使做啦。即係浪費咗自己本身原有嘅功能添。同埋仲有一個問題咧，就話你如果自己做到情況之下，你加落去咧，咁你自己就其實個身體會知嘅，個腦係會 check 到究竟你夠唔夠個男性荷爾蒙。如果你話咦我 check 到都好夠咯，咁我即係個信息唔使做啦。咁唔使做嘅話咧，其實個睾丸咧就久而久之咧就會開始有啲好似惰性啊，就會越嚟越唔做嘅。咁其實呢個就唔係一個好正確嘅方法去處理呢個問題。即係變咗真係要發現究竟睇清楚係工廠裏邊有工人，不過啲工人懶啦，定係工廠裏邊已經冇晒工人，根本就唔可以有任何嘅生產力啦，係咪？絕對冇錯。明白。咁當然啦，即係除咗呢一方面之外咧，咁啊對於男性嚟講咧，即係可能真係因為有呢一方面嘅困擾咧，其實仲有啲咩提醒俾佢哋？即係其實除咗男性荷爾蒙嘅補充之外咧，咁其他生活方面啊，又或者即係壓力上，會唔會其實都有一個惡性循環？譬如可能你見到一啲客人都係咧，即係本身自己呢一個心理上高有一個壓力，又加上自己生理上高嘅問題嘅時候咧，加埋都真係幾大嘅影響啊！咁其實好簡單咧，就都係一個好健康嘅生活啦，日日要做運動啦，早瞓啦，去盡量減壓啦，一個優質嘅睡眠啦。咁如果你只要係做到呢啲嘢咧，你發覺到如果真係改善咗呢方面嘅嘢咧，咁即係話其實你自己都仲做到嘅，不過你個生活習慣已經搞到你自己個工廠暫時停工咁解嘅啫。咁啊各位男士都可以咧，即係留意一下啦。好啦，咁電話熱線1834104繼續開放，無論你想唔想喺大氣電波裏邊同我哋傾偈都好啦。咁咧有任何問題想問黃醫生都可以打嚟呢個電話先登記嘅1834104。咁當然啦，我哋咧就要先接咧羅女士嘅電話㗎噃，羅女士。係你好啊，係啊，有咩問題想問黃醫生啊？我即係唔係我啊，我仔咧就23、24歲噶啦。我頭先聽到你哋講個男性荷爾蒙嗰個問題咧，佢唔知係咪缺少咗咧？佢又未有喉核，同埋呢個胸咧就即係拱啊，
係。男仔個胸有啲拱出嚟咁。係，明白。咁即係反而係一個青少年23、24歲會有呢一個情況出現。係啦係啦。咁係咪缺少嗰個男性荷爾蒙？嗱呢個其實唔一定㗎喎，因為你話個胸好似有啲拱咧，其實呢個咧就有時可能咧就話佢個女性荷爾蒙咧係比一般人偏高。哦，明白。咁亦都會引起啲咁嘅情況嘅。因為係男仔嚟㗎嘛。係男仔。點解有女性荷爾蒙咧？男仔一樣都會有女性荷爾蒙㗎，不過比較少。因為其實男士咧個男性荷爾蒙係可以轉去女性荷爾蒙㗎，身體其實有個咁樣嘅方法去轉嘅。咁其實男士亦都需要少量嘅女性荷爾蒙，但係如果係有某啲人咧，如果佢真係過多嘅話咧，就會有頭先你講嘅現象。咁譬如羅女士嘅仔仔，咁有啲咩方法可以幫到佢，或者即係驗證一下係咪真係啲荷爾蒙嘅水平有所唔同咧？可以首先就問下嗰個情況，就話有冇頭先我所講嘅缺乏嘅徵象啦。咁另外一樣嘢就當然去揾翻你個醫生，就好簡單啦，做個血液嘅測試，咁去睇下究竟係咪女性荷爾蒙過高啊，或者男性荷爾蒙過低啊？咁呢啲可以其實一驗血就知。明白。咁即係驗咗血之後，最緊要咧就斷咗症之後咧，就可以咧相對地去幫助佢啦。咁希望劉女士都唔好特別擔心啦。咁同時間地咧有咩唔應該或者呢一個唔肯定，就梗係要揾醫生啦。咁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住下個禮拜，我哋繼續會講關於男性荷爾蒙嘅事情，喺腦部嘅發展方面或者腦部嘅影響方面，我哋會再講多啲嘅。今日唔該晒黃國豪醫生，唔該晒，拜拜。助你提升生命質素，美化健悅人生。A3 醫學抗衰老中心熱線25218989。小明，今日係親子活動日，你屋企人呢？喺嗰度咯。得嫲嫲咋？你又話媽咪會陪你嚟嘅？佢咪係我媽咪咯。吓，係啊。唔想咁快老化，即刻揾 A3 醫學抗衰老中心幫你手啦。佢哋以專業醫學角度，一站式提供由內至外嘅全方位專業抗衰老療程，幫助活化身心機能，讓你人生充滿活力。A3 醫學抗衰老中心查詢熱線25218989，網址 www.ntaging.hk。